啊，就惊讲大卖场的真侪是群聚的地点，嘉义这边呢，伫咧5日节拢有进行大卖场出入人数甲动线的管制，一平一人一入一出为原则。民众出入卖场拢有工作人员度体温甲检查实名制工课。14就是5月节，为着要避免卖场的群聚风险，嘉义市针对各大卖场百货公司执行一平一人一入一出的原则。会提供最优良的防疫措施，然后配合政府所有的防疫工作，然后确保民生物资基本的民生物资都有。卖场有厂商有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就会比较安心了，再愿意再出来购物。5月节连续假期，除了无鼓励民众倒去故乡，嘛惊民众会去踅人济卖场。市政府配合消保官，针对市内大卖场甲百货公司，依早甲宣导防疫管理。大家买的比较不会那么怕，不用怕人与人这样群聚会感染到。来看就包括了量贩店，包括了百货公司，现场来看有没有做好相关的措施。我们发现到现场的措施都做得非常的齐备。建设处强调，配合经济部的指示，各大卖场除了实名制、度体温甲挂水盐以外，要加强民众入去卖场空间的控制。如果人真正伤济，嘛要加派工作人员来管理，而且相关的消毒工作嘛要加强，避免连假期间佫产生疫情的问题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